洞房花烛夜，男人为了验证新娘子的贞洁，在床上铺上一条白布，可结果却让他失望了。白布上依旧干干净净，没有落红。男人气愤不已，他愤怒地将白布一把撕碎，又将新娘从床上拽起来，恶狠狠甩了她2巴掌。你的鞋呢？而新娘却怎么也不肯开口，因为她又不得已的苦衷。没一会儿，新娘就被他打晕了过去。新娘子名叫秀女，才刚满16岁，就落入了人贩子手里。秀女模样俊俏，很快就有了买主。人贩子带着她前往买主家交易。此行2人要跨越长长的戈壁滩，因为路途遥远，他们白天赶路，晚上就停下来歇脚，而这正好给了秀女逃跑的机会。夜里，秀女趁人贩子睡着逃走了，可沙漠里没水又没食物，她想要逃出去根本不容易。这才走了1天，她就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好在没多久，外出干活的老王回家路过此地，见她长相清秀，便把她带了回去。此时另一边，人贩子因为没看好秀女，挨了买家一个大嘴巴子，最后赔了6匹骆驼，对方才肯罢休。人贩子痛失钱财，愤怒不已，便和前来打听新鲜事的阿三抱怨了几句。阿三是镇里出了名的烈火，他体格彪悍，打得一手好枪法，但就是脾气太暴躁，平时几乎没人敢招惹他。阿三已经30好几，他此生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要个儿子，可这么多年过去，他都没给自己娶个媳妇，反而喜欢去勾搭那些有夫之妇。那个有夫之妇正是老王的妻子。2人好了几年，但女人的肚子却迟迟没有动静。老王知道妻子给自己了戴绿帽子，但他为人性格懦弱，根本不敢得罪阿三，只能把所有的怨气都咽到肚子里。晚上，夫妻俩在屋里商量秀女的去留。老王本想拿点盘缠让秀女回家，但妻子不愿意放秀女离开。他看秀女长相清秀，打算先留下她在家里干活，日后再找人把她嫁出去做收彩礼。于是为了让秀女安心留下，妻子还假意和秀女以表姐妹相称，而老王摇身一变成了秀女的表姐夫。对于表姐的关怀，秀女以为自己遇到了好人，每天竭尽全力的帮忙干着活，只为报答夫妻俩对她的照顾，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掉进了另一个深渊。这天，阿三又来找表姐私会，他一眼就看上了正在帮忙干活的秀女。这是阿三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姑娘，也是第一个让他产生娶妻的想法。有了这个念头之后，阿三立马就跟表姐说想娶秀女的事。2人相处多年，表姐早已对阿三有了感情，不想让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但他知道自己生不出儿子，没办法留住阿三一辈子。再说阿三也给了钱，他也只能忍痛割爱成全他。秀女表示自己不想嫁人，但耐不住表姐的劝说，最终只能被迫认命。秀女出嫁的前一晚，表姐夫怕秀女夜里受凉，前来给她送被子，谁知竟意外撞见她衣衫不整的模样。表姐夫一开始还觉得有些尴尬，没想到一转身就动了邪念，不管不顾朝秀女扑了过去。这个面容清秀的女孩马上就要嫁人了，可就在她出嫁的前一晚，表姐夫突然闯进了她的房里，看到女孩宽衣解带的样子，表姐夫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兽欲，一把朝女孩扑了过去。此时外面雷雨交加，恰好掩盖了秀女凄惨的哭喊声。就这样，秀女的清白被毁了。看着手中的血迹，她哭得泣不成声，最终绝望地烧掉了染有血迹的草堆。第2天，表姐送秀女出嫁，临走前，她对秀女说了这样的话：第一次会疼的，有血男人就喜欢，天下男人都中这个。听到表姐的话，秀女心里有些惶恐不安，她的清白早已毁在人面兽心表姐夫手里，哪里还有珍贵的第一次？要是洞房时被新郎知道，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样的下场。此时门外接亲的阿三已经大口干了3碗蓝门酒，他迫不及待走过来，抱着秀女上了花轿。可迎亲队伍刚走到半路，就被一队人马拦住了去路。来的人正是秀女原先的买主郑爷。阿三不想与郑爷为敌，便跪下来为自己求一个情面，提出只要阿三愿意按规矩办事，就不会再为难他。而他说的所谓规矩，就是让秀女头顶陶罐当靶子，如果阿三能射中陶罐，那么他和秀女就能安然无恙的离开。最后阿三成功带走了秀女，2人的洞房花烛夜没有一丝喜庆。阿三将白布铺在床上，这是最直接能验证女子清白的一种方式。可是2人完事后，白布上并没有落红。阿三见状勃然大怒，对着阿秀就是一顿毒打，即使已经被打得快要晕死过去，秀女也没有供出表姐夫。次日，阿三越想越难受，自己花了那么多钱，竟然买了个残次品。一气之下，他骑马来到表姐夫家，将那条白布重重甩在了表姐脸上。没等表姐反应过来，阿三已经拖着他家的大门离开了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阿三从没给过秀女好脸色，因为他一直对秀女不是完璧之身的是心存芥蒂。但秀女并没有在意丈夫的冷落，依旧每天勤勤恳恳打理着家里。时间一长，阿三也被贤惠的秀女打动，他不再纠结过去的事，开始真心接纳了秀女。这天，秀女外出购买围巾，不料卖货的商贩正是当初拐卖她的人贩子。人贩子一眼认出了秀女，他一直记恨秀女害自己赔了6只骆驼的事。秀女顿感大事不妙，撒腿就跑，人贩子赶紧追了上去，嘴里还大喊着要杀了秀女。没一会儿，秀女就落到了他手里。就在他即将要痛下杀手时，一个戴帽子的男人开枪击毙了人贩子，另一个男人则上前检查了秀女的伤势。就在这时，听到枪声的阿三也匆匆赶来，他误以为2人在欺负秀女，就要和他们拼命。秀女连忙出声解释，2人是他的救命恩人。随后，其中一个男人告诉阿三：“你的老婆已经有身孕，以后好好照顾她。”说完，匆忙离去。自从秀女有了身孕，阿三便什么活都不让她干，每天都把她当宝贝供着。为了今后能更好的照顾妻儿，阿三还去保安队谋了差事。时光飞逝，转眼就到了秀女临盆日子。秀女果然没让阿三失望，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秀女本以为有了儿子，今后就能幸福安稳的过日子，没想到厄运再次降临到她头上。男人晚上睡得太死，竟不小心压死了襁褓中的儿子。等妻子醒来，发现儿子已经没了呼吸，悲痛欲绝。男人更是悔恨不已，抱着死去的儿子，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
为钱忏悔。原来阿三在秀女生了儿子没多久，就开始得意忘形，整夜拉着秀女恩爱，没想到竟意外压死了自己的宝贝儿子。儿子没了以后，他对自己悔恨交加，妻子秀女更是伤心过度，卧病在床。表姐夫听说后，第一时间赶来看望秀女，见秀女憔悴的不成人样，表姐夫心里既心疼又愧疚，他怪自己当初一时冲动害了秀女，随后便开始对昏睡中的秀女表露情意。不料他的这番话都被阿三全数听取。阿三怎么也想不到，当初毁了秀女清白的畜生竟然是这个男人，他气急败坏，打算一枪结果表姐夫，可最后他还是忍住没动手。一想到两人发生过关系，阿三就忍受不了，于是他让表姐夫带着秀女离开。可两人没走多远，他就追了上去，一把抱起秀女往回走。他终究还是舍不得秀女。表姐夫看着心爱的女人被抢走，第一次露出了狠劲，他不顾一切，拿着一把刀刺向阿三，可他压根不是阿三的对手，3两下就被对方反杀。表姐看到丈夫被杀害，怒气冲冲跑来向阿三讨要说法。看到表姐，手下在郑爷的耳边附身说道：“就是他把秀女卖掉，才让您的钱白花。”郑爷听完他的话，气愤不已，随后直接让保安队的人把表姐拉到屋里轮番侮辱。结束后，深受打击的表姐开始变得精神失常。次日，秀女上山给儿子上坟，途中发现有人正在开枪劫囚车，秀女怕被发现，赶紧躲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得救的两人骑马离开了这里。可秀女还没来得及踹口气，就见保安队的人骑着马向这边奔驰而来，地上还拖着刚刚逃跑的男人。直到男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他们才停了下来。看到保安队的人离开后，秀女大着胆子去看了一眼男人，原来这男人正是那日救过她的恩人。秀女毫不犹豫把男人救了回去。回家给男人拿吃食的路上，秀女碰上了表姐。秀女本想带表姐回家照顾，但她现在疯疯癫癫，根本就不认识她。无奈秀女只好留下食物离开。此时另一边，郑爷还在到处搜寻逃犯的下落。本来男人在秀女的精心照料下已经恢复了不少，谁知这天秀女在给男人送饭时，表姐不知何时跟上了他。她看到秀女私藏逃犯后，转头就把这事告诉了保安队的人。保安队的人信以为真，立马将阿三绑起来，然后浩浩荡荡上他家搜寻。还好秀女提前将男人转移，这才逃过了一劫。可纸包不住火，阿三最终还是发现了男人的存在。他说什么也要将男人交出去。秀女赶紧出来阻拦。阿三看到秀女如何维护男人，气得直接拔枪对准她。情急之下，秀女说出了自己再度怀孕的事。阿三听完一脸不可置信。对于之前宝贝儿子夭折的事，他一直耿耿于怀。如今秀女再次怀孕，可能是上天眷顾她。他自知自己罪孽深重，但为了给将来的孩子积德，他还是决定放过男人。这时，保安队的人突然来袭。阿三为了保全男人和秀女，决定和男人互换衣服，独自引开保安队的人。临走前，秀女痛哭流涕抱着阿三不肯放手。阿三即使心中不舍，但为了让两人逃出去，只能这么做，依依不舍告完别妻子。阿三头也不回，骑马离开。但很快他就被保安队的人追上。这边秀女和男人刚跑出去，就听到远处传来了枪声。秀女明白阿三出事，不顾男人的劝阻，掉头回去找阿三。可此时的阿三已经被杀害，疯癫的表姐将他的尸体带回了家中。夜晚，蜡烛翻倒，点燃了衣物。等秀女赶到时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火海。表姐和阿三已经双双葬入火海中。秀女来不及难过，就被保安队的人抓了起来。她以通敌的罪名被绑在木桩上暴晒。烈日炎炎下，秀女流产了。好在幸运的是，她被路过迁移的猎户救下，捡回了一条命。至此，电影结束。本片名为《秀女》。